要求緊咧奮鬥緊嘅。咁警方咧會唔會再有增援嘅情況咧？咁其實咧，而家警方咧就已經不斷咧都係喺中左線後邊咧係增援住，希望咧唔好咧所有人咧逼埋嚟㗎啦已經。咁啊，所以咧，但係咧，我而家呢個位咧就係有少少混亂，咁因為咧佢都係希望人咧可以瞓得翻，希望人咧係可以瞓㗎，但係咧呢個部分人士咧就唔瞓到，咁啊希望啦。而家畫面咧就見到啦，警方係將梁國雄咧帶上車㗎。咁知唔知道發生咗啲咩事咧？係啊，其實嗰警車都係戒備嘅啦，咁主要係戒備嘅啫，咁亦都希望咧將嗰個封鎖線咧一路撳落嚟。其實嗰架車咧由司馬交街咧喺往呢個通菜街嘅方向咧，就已經咧係停咗喺度啦。希望咧係可以戒備一下。咁所以咧而家嘅情況就架車一路停嚟，經過封鎖區就縮細。咁但係由於人群係比較多，咁警方現場咧係跟住咁咧一路滲透，係希望可以縮後啦。咁但係咧。而家頭先有一輪嘅推撞，而家咧就稍為咧暫停一下先咁樣嘅。咁不過咧就希望人群可以散去啦。咁但係依然係俾人成功嘅。好啊，唔該曬彭國柱，咁交俾你啦，同你跟進現場嘅最新情況啦。我哋而家咧再睇翻旺角嘅現場畫面，咁見到啦，警方咧係將一啲佔領人士啦係帶上警車。而啦。就住而家咧，警方喺旺角亞皆老街一帶協助執達主任執行禁制令同移除障礙物嘅行動啦。咁警方就呼籲翻公眾人士係要保持克制，盡快離開現場㗎。我哋見到啦，畫面嘅左手邊啦，都係有啲衝突嘅情況，現場情況咧都比較混亂。而警方咧亦都係拉咗多個人上警車啦，但係就暫時未知道咧係涉及啲乜嘢事。而家咧，警方同埋在場嘅佔領人士咧都係繼續對峙緊㗎。咁記者林超儀啦，而家都係旺角嘅現場，交俾你講下最新嘅情況啦。剛才咧，警方咧同呢個示威人士咧係即係發生咗都好為激烈嘅衝突㗎。見到咧有即係大家咧推撞都嗰種情況咧都係即係幾犀利㗎。咁見到咧，其實咧警方而家咧有為數過百個嘅便衣警員咧，即係拎起咗人牆啦，咁係咧不斷咁樣咧推向咧近砵蘭街嗰邊嗰個方向㗎。咁其實咧喺剛才咧即係一陣混亂之間咧，見到警方咧都即係而家咧都有一啲軍裝警員咧加入咧喺前面咧呢度增援㗎。咁另外咧亦都即係見到啦，頭先嗰度推撞咧其實咧真係有人受傷㗎。剛才咧見到咧有一位女士咧喺混亂之間咧被即係推咗出嚟，之後咧有一名男士咧相信咧即係有份佔領嘅人士咧就即係將佢抱走咗。其實現時咧係可以見到咧警方咧係即係不斷咁樣咧推佢哋嘅防線，向住大角咀嗰個方向嗰度緊㗎。陳家健。係林思儀啊，咁現場咧見到有啲防暴警察喺度戒備啊，知唔知道咧發生啲咩事咧？嗱，而家我呢個位置咧，暫時咧即係都見唔到有即係防暴警察喺現場嘅。咁相信咧佢哋咧都只係話喺度戒備嘅啫。咁但係其實警方頭先咧都作出咗呢個最後警告啊，即係要求咧在場嘅佔領人士離開，唔好阻礙執達吏咧執行嗰個咁勢力。咁見到咧其實有後面背包嗰度咧插咗一啲警告標語嘅警員咧，已經在場戒備緊㗎啦。咁頭先咧曾經亦都一度警告咧會使用呢個最大嘅武力㗎。我哋而家咧見到畫面嘅右手邊啦，都係大批嘅警員喺現場啊布防，而雙方咧亦都係繼續對峙緊㗎。咁剛才啦就見到有警察咧就將一批嘅示威人士啦就帶上咗警車，但係就暫時未知道啦佢哋係涉及啲乜嘢事。
而現場嘅情況啦，亦都係比較混亂，亦都有啲大批嘅傳媒啦現場採訪㗎。而警方咧下晝大約2點半啦，就向仲未離開亞皆老街嘅佔領人士多次發出最後警告啊，話佢哋咧係阻礙執達主任執行法庭嘅命令。